小来看呢，是用来要学校使得本学生的呢，明日感染错点各种的菜去读书，又係用嚟嘅學校使得上全校有2/3嘅學生嘅，如係跨期去讀嘅呢。睇新北市上票山區嘅幽默國小，都有按嚟嘅魅力度，學生嘅唔會驚人咯，明日個歡喜嘅去讀書，加一群小學生亦能歸日的睇學校嘅成分，又同一般都市型嘅睇學校有乜嘅目標用呢？嚟看下先。要大口一點哦。早晨6點鐘，馮媽媽就會無限地配小拍、暖牛奶，本身嘅是就做地士多冬應用。檢查來咧，小朋友3鋪做2鋪跳上巴士。雖然路動遠，聲音呢未下網水響，不過驚到一系列都唔會開。雖然要很早起床，搭車很累，可是我喜歡幽默國小。上課時間到位，學生嘅熱情嘅同先生上家門，展現互動嘅教學。同平均一般16個學生嘅班項，先生行卡顧為到大家學生嘅學習情形。對亞條聲音嘅照顧，唔單唱討口同學。對傳統表行嘅亞記種子，就看得出先生對學生嘅關心。過中或過節就提來餐廳，然後就要盛飯了，給他盛多一點或少一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社團時間到位，學生嘅歡喜嘅托付宿舍、飯傾調、打劍條、毛竹頭生態課研究用入嘅亞毛蟲嘅成長。我最喜歡學校的生態池，然後特色課程跟學校的空中花園。喜歡學校的每一個地方，還有喜歡我們的老師。常用機下量先生時嘅海呀，就同全新人生嘅學生嘅最多撒起小朋嘅農民嘅武下，幫學生嘅了解小朋友嘅過程。我們應該愛護蜜蜂，然後知道蜜蜂是做什麼用，所以我覺得很好玩。好，向前。經過學生嘅英語生化嘅課程，小朋友歡喜表定轉，準備愛轉過嚟。幽默國小嘅下課時間係下晝3點20分，比一般同時小學提前嚟40分鐘。原因係因為下山都動遠。經過同新北市教育局打下過後，學校幽默影響正課中原則，縮短學生嘅動作了嘅時間，同溜嘅調整下課時間。本3股就有2股對上下來嘅聲音呢，轉到復下嘅時間，做得同一般小學上下課轉到復嘅時間相同。拖準查檔，學生嘅做地講係水到尾健生，有啲位學生嘅行寬點充滿我背，可能啲嘅上基本上課成績有好高嘅畫面。學新聞王小空、王子涵，新北市報道。